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高雄凤山有一间卖肉丸的真出名。有一天收档了后，无价位点内连接到顶仔卡的一条水管修无好势，结果是害同一栋大楼一位81岁老先生，互水管内惊跋倒，磕着头。经过1个月的抢救，也是亡性了。家属是告头家过失致死。高雄高分院3审是判头家爱关1年，爱阁赔人446万。头家是真无奈，讲伊是做抢面趁食的，唔知影400多万到底要安怎赔才好？肉丸用油煎甲别别叫，刚才听这个声就知有偌酥。高雄凤山这间脆皮肉丸，伫在地真有名，抑过4年前有一场官司。觉得很离谱啊，因为每个人觉得我们冤枉。好，头家娘真无奈代志发生伫2020年12月7日，因为一条水管。当时候呢，肉丸店就是像这样，从店里面呢牵了一条水管哦，整个牵到外面的水沟这边来。就敢若隔壁这间店同款，一条水管为店内牵过顶仔卡到外口，结果呢，迄天休困的时，头家无将这个水管甲收起来。港栋大楼一个81岁的林老先生，暗时9点经过这跋倒弄到头壳，过顿工送去病院急救，抢救1个月嘛无效。家属告这间店的头家高雄高分院法官审理了后，3审判决业者1年徒刑，赔446万。因为被告郭姓男子的过失行为跟林姓男子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所以被告郭姓男子应该要对原告者人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法官认为水管无收起来，会好过路人跋倒，鉴于这点有伊注意的义务甲避免的可能性，所以讲判业者应该赔。不过头家无法度接受。这个代志讲互伊交，我这个说啊，如果是人买往前，你要道理嘛变过，你是不是领到2骹哭过？我摕到这是不是可怜啦？但是你法官你就是无要甲你引用这啦，伊就讲你安尼唔对啊。官司拍4档，这个头家依然无得到希望的结果，已经佫提出上诉。另外一方面，嘛积极甲这老大人的家属协商，希望讲会当有一个圆满的解决。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